赛亚书第16章，摩押的绝望。恁摩押的难民着对旷野的西拉送羊仔做礼物，互耶路撒冷的领袖。摩押的人民画伫阿伦河无目的乱踅，亲像鸟仔互人对鸟仔兽赶出去，逐所在流浪，飞来飞去。因话对犹大人讲：恁着甲阮指教，教阮着安怎做，求恁互恁的应允伫日时亲像暗暝，甲阮遮的倒命的藏起来，互难民的行踪无人知。求恁应允受赶逐的摩押人甲恁住，通做因的避难所，互因免受毁灭。当压迫停止，破坏煞，强暴对国内消失的时，大别家有一位王会用信实统治，伊的王位会用仁爱建立。伊是找求公平、实践公义的审判者。犹大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因的夸口拢是空空，所以摩押着啼哭。每一个摩押人着为摩押啼哭，另会因为食袂着建立合列色的葡萄干园哀伤。希实本的田园荒废，西比玛的葡萄树打去，列国的君王压制葡萄树上好的枝，遐个枝捌伸到雅舍，旋去旷野，甚至搬过海去到外国。所以我要甲雅舍做伙为着西比玛的葡萄树啼哭。希实本甲以利亚利亚，我要用目屎甲恁灌压，因为恁收成成色的果子，甲五谷欢呼的声已经煞，欢喜快乐已经对果子园消失啦。伫葡萄园无阁听到歌声，嘛无阁有欢呼，无阁有人伫酒窟打酒。我互欢呼的声停止，所以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建立合列色哀伤，亲像琴发出哀怨的声。摩押人虽然拼命去山头弹，搁去因的圣所祈祷，总是拢无采工。以上是以前上主所讲有关摩押的话，现在上主讲。第3年内，照请工的年限，摩押的荣华一定会消失。虽然人口遐尼多，毋过剩落来的人会真少，搁衰弱。